一年嘅時間都有自己嘅壓力，但係咧我都感覺到有啲軟弱，因為而家咧都近翻上床位嘅時間，咁所以咧我都感受到大家嘅軟弱嘅，咁所以咧就需要大家嘅支持一齊唱咯喎，試到咁多嘢都要用呢個㗎。係啦，係啊，我係教嚟嘅啫。我想講一講嘅，咁咧大家都知啦，我哋係啦，咁我哋翻好主唱歌人啦。咁我哋揀咗一點太美啦，因為咧，我覺得在座好多位咧都好識唱首歌嘅。咁同埋咧喺聖堂咧，我哋點解會揀呢首歌咧？就係佢第一句歌詞就係這天同聚於主聖宴。呢首歌咧，即係呢一隻句歌詞咧，已經咧係好觸動我哋咧，就係其實唔係必然咯。即係大家一齊嚟到聖堂，隔離嗰人咧，你成日見到佢咧，其實唔係必然。咁所以咧，呢啲都係主嘅恩典。咁咧，我哋咧就唱歌啦，好嘛？咁咧喺唱歌之前咧，我想大家俾埋諗一諗，呢一年2025，神俾咗咩恩典你？恩典係咪好美麗？大家諗下。大家俾埋諗下，你哋有咩恩典先？我哋咧就慢慢嚟進行呢首歌啦。聚於主聖殿，我訴説我主恩典。他以聖命愛使我於主，愛使我兩眼重見光線。這天同聚於主聖殿，來訴説我主恩典。他賜盼望重生的痊癒，還給我勇氣面對挑戰。恩典太美麗，作什麼可取替？為求將心全然給主，我彰顯主愛多珍貴。終生愛神，傾心傾意愛別人，才覺生命沒有枉費。縱然我都好難，但係相信我哋今日所種嘅稻田一定會喺面前出現。這天同聚於主聖殿，留心情我主差遣。深信這日勞苦不徒然，神終會賜我榮美冠冕。衷心去讚頌神極重的恩惠，獻我一生傳揚福音，來證實主愛何寶貴。請觀看稻田，主的莊稼在面前，遼闊收成沒法估計。衷心去讚頌神極重的恩惠，獻我一生傳揚福音，來證實主愛何寶貴。請觀看稻田，主的莊稼在面前，遼闊收成沒法估計。忠於使命，不惜一切來回應，能侍奉
最好的福氣。啱一齊唱一齊唱。唔再唱就眼瞓㗎啦，開始。嚟啦嚟啦！音樂可以大聲少少唔該。唱出讚美感恩的話語，在你恩典中幾多的好處，清早到晚上也未停住，藏在你帳幕的隱密處，我想一心盡力愛主，也許一生多困苦，被世間嫌棄恨惡，但你總看顧，樂意攙扶，生活在強便作歡呼，人海中多昏暗迷糊，但我決心始終堅固，投靠你，願覺恩典豐富。唱出讚美感恩的話語，在你恩典中幾多的好處，清早到晚上也未停住，藏在你帳幕的隱密處，我想一生盡力愛主，也許一生多困苦，被世間嫌棄恨惡，但你總看顧，我必攙扶，受半慨嘆便作歡呼，人海中多昏暗迷糊，但我一生始終堅固，投靠你，便覺恩典豐富。心中感痛悲，甚至失去了力氣，讓我找緊你熱烈的手臂，抬着我再振翅高飛。人海中雖經會流離，但你應許不捨不棄，投靠你是最好的福氣。原來有着你，才令這生極美。2025年12月3號11點02分，你哋收到最好嘅福氣，多謝大家。